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。如果你喜歡春天嘅話，荷蘭嘅限定花展一定係你不容錯過嘅地方。呢一次就由我帶大家去欣賞世界最大嘅花展——荷蘭庫肯霍夫。呢一次首先抵達巴黎機場，即刻租車，用咗6個小時直踩荷蘭。第二日早上，我哋就開始咗期待已久嘅行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正式進入咗呢一個嘅停車場裏邊咧泊車啦。想泊車嘅朋友咧，首先要喺網頁裏邊咧要 reserve 咗一個嘅位先嘅，有個 QR code 咧就可以跟住一路入嚟咧喺度泊車啦。咁朝頭早7點鐘已經係開始咗，我哋而家到達嘅時間咧就係早上嘅9點半啦。由於我哋網上預約早上10點鐘租咗2個小時單車，所以我哋決定先踩單車遊覽郊外嘅鬱金香農場，之後再返轉頭參觀1年1度世界聞名嘅庫肯霍夫花展。Right now, we are here, number one. Number one. Okay. The best route is the green one. 喺郊外踩單車有4至5條嘅單車路徑，來回要花上3至4個小時。有些需要付費嘅花場可以進入拍攝打卡，亦都可以喺外圍遠觀欣賞。我哋就被介紹去咗一條較經典嘅綠色路線，一直沿路欣賞。呢個路經嘅花場收費每位8蚊歐羅，不設找續。由於時間尚早，我哋可以喺一個無人嘅狀態裏邊盡情咁打卡同埋拍攝。眼前大片嘅鬱金香花海形成咗一個壯觀嘅景象，令人感受到自然之美同生命力嘅蓬勃。眼前嘅鬱金香色彩繽紛，爭豔鬥麗，花香四溢。呢度係一家3代繼承嘅家族生意，已經超過咗70年嘅歷史。花場嘅兩邊留有步道，可以讓遊客喺完美嘅角度打卡之餘，亦都保護鬱金香不受破損。踏入咗鬱金香嘅天堂，呢度有超過400萬個鬱金香，亦都有700種唔同嘅品種。
體驗完踩單車遊周邊嘅鬱金香花田，將近晏晝2點，我哋先正式進入咗庫肯霍夫公園。被譽為世界最大嘅荷蘭花展，每年只開放2個月嘅限定花期，每人嘅門票收費20歐羅。而今年2025年嘅花展就喺3月20號至到5月11號舉行，為期2個多月嘅時間，吸引住世界各地嘅遊客慕名而來。每一年約有2000萬嘅人次參加。花園展示驚人嘅7萬棵鬱金香，800種唔同嘅鬱金香品種。除咗鬱金香，仲有水仙花、風信子等，真係百花齊放，萬紫千紅。鬱金香係一種非常浪漫嘅有心意嘅花卉，唔同嘅顏色同埋數字，亦都代表唔同嘅情感同埋祝福。呢度當然要直接上去風車嘅頂層觀賞花海，視野更加遼闊震撼。喺15世紀，庫肯霍夫原來係女伯爵，種植水果、蔬菜同埋香料嘅地方，所以庫肯霍夫荷蘭文係指廚房花園。時至今日，已經成為世界最大嘅荷蘭花展。眼前一望無際嘅鬱金香花海，喺夕陽嘅襯托之下，分外嘅奪目耀眼。鬱金香嘅天花板就在眼前，橙色嘅鬱金香花語，就是代表舒適、寧靜、長久嘅友誼同埋快樂。我將所有嘅祝福都一齊送俾你哋。歐洲自駕遊可以節省時間同埋路費。由於呢次嘅花期係復活節，所以一定要 book 好我哋住宿嘅地方。民宿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㗎。呢間嘅 Bed and Breakfast 有一個免費嘅停車場，裏邊有開放式嘅設計，空間感顯得更加寬敞。唯一唔好嘅地方就係要自己搬行李上2樓。底層餐廳外面有一個歐式花園，非常寫意。食完早餐仲可以坐喺花園裏邊享受大自然嘅陽光，同埋呼吸清新嘅空氣。仲有佛祖嘅加持護佑。復活節除咗有復活蛋嘅裝飾之外，仲有鬱金香嘅擺設。而呢一間民宿係有一個非常豐富嘅歐陸式早餐。每日朝頭早都有新鮮出爐嘅牛角包同埋法包，外脆內軟，仲有唔同味道嘅鹹麵包、甜麵包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唔同嘅乳酪款式。
重點係所有嘅食物都係有房東每日親手炮製，而且份量非常足夠。我哋今日就食第2日嘅早餐啦。咁咧，我而家眼前呢個 yogurt 咧都係非常之哇，好靚啊個賣相，大家睇下啦，有個公仔啦，有好多嘅朱古力啊 on top， 同埋啲 fruits 喺 on top 嗰面咧，非常之好吸引。係啦，咁原來大家發覺咧呢個係咩嚟？哇！呢個原來咧好袖珍啦，好迷你啦，大家估唔估到呢個係咩咧？復活蛋啊！呢個係蛋啦，復活節式復活蛋咧係冇迎接啊！咁呢個喺 Easter egg 裏邊一個好細嘅雞裏邊生出嘅蛋嚟嘅，佢唔係 supermarket 買翻嚟嘅，咁所以咧呢個蛋咧我相信都好 fresh 嘅。總括嚟講，食物嘅質素我俾100分。呢一個比較細嘅規模嘅花田係由房東介紹，佢亦都係家族嘅企業營運。再次免費欣賞鬱金香同埋水仙花。除此之外，花店裏邊有好多花卉嘅種子可以帶返屋企種植。欣賞完花卉之後，仲可以飲咖啡同埋輕食。仲有好多唔同嘅農產品、家居裝飾品等售賣。放眼望去，路旁每一處都係一道美麗嘅風景線。喺歐洲，鬱金香代表勝利、美好同愛情。佢色彩豐富，形態優美，被譽為花中皇后。大自然嘅調色盤，感恩佢為世界增添美麗嘅色彩，無限嘅驚喜，愛的表白，永遠的祝福。